唔使 VPN 都玩到 Sora 2，等我話你知 AI 影片界最近出咗個影視級神器，唔單止畫質超越想象，最緊要係喺香港直接開網頁或者下載 App 就玩得。呢個就係 MiniMax 出嘅 Halo 2.3，佢哋最近升級咗物理引擎，啲水花、煙霧同動作自然到好似拍戲咁，裏頭仲配合埋 Nano Banana Pro 模型，連最難搞嘅人物、一致性同文字生成都搞掂晒。你只要打句 prompt， 佢就俾到電影級嘅畫面你。最癲嘅係佢而家整合埋 OpenAI 嘅 Sora 2同 Google 嘅 Veo 3核心技術。以前呢啲模型你要翻牆要外國電話卡先玩到，而家喺 Hilo 呢度完全唔使 VPN 直入直玩。無論係10秒長鏡頭定係複雜動作，一站式幫你搞掂，簡直係香港創作者嘅福利。無論你係想做自媒體拍廣告，定係純粹想將腦入邊個畫面變做現實，都難佢唔到。唔使再等咩測試名額，亦都唔使再俾 VPN 搞到頭都大埋。唔好再俾技術限制你嘅想象力。而家就係你用 AI 變身做大導演，將腦入邊最癲嘅畫面變做現實嘅最佳時刻。留言 AI 將連結同一份玩法攻略 send 俾你。